候選名單先。榮獲提名最佳女主角，喜劇鬧劇包括卓韻芝《我無罪》、La Squadra。龍情有一樣嘢係好出名嘅，就係叫做結界公仔麵。而我諗個秘訣就係醉咗乜 Q 都好食咯。韋羅莎，笨蕉大劇院，華基 Production。我哋一家人永永遠遠、開開心心咁喺埋一齊，我哋唔好分開，好唔好啊？Nick，有冇鋸啲？咪你有冇舒服啲？郭靜文，三母女，香港話劇團。係我掛住搞移民啲嘢，我冇 take care 到你。我嗰陣根本就唔想結，來忘掉過去，來忘掉錯對。張子琪，《唐西純漢記》，香港話劇團。賠你條命啊嚇！你條命值幾錢啊？4條麻甩入咗急症室啊，醫翻都變殘廢啦！除咗跳海咧，我冇嘢可以做噶啦，你哋走啦！喂，請你宣佈啊！係嚟啊！好啦，真係緊張時刻到啦！第30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喜鬧劇啊！真係啊！呢真係叮當碼頭啊！真係我睇到個字，我知邊個啦？啊，係啦，係。第34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喜鬧劇，卓韻芝《我無罪》。恭喜晒！阿浩啊，係影張相先嚇。好，阿豪得㗎啦，你做完你要做嘅嘢㗎啦嚇，你落去慢慢坐下先嚇，去就落去就坐得㗎啦，你 OK 㗎啦嚇，唔該晒嚇嚇，俾啲熱烈嘅掌聲啊，謝君豪先生嚇，恭喜恭喜！請你講下呢個得獎感受。好開心喺謝君豪先生手上攞呢個獎，又好開心能夠同佢同台。要說嘅話？係啊，唔係，緊張。我想講關於做獨腳戲嘅你。同我都可以一個台度好開心，我咧就冇諗過攞嘅，所以咧我就搞到即係唔係着得好隆重，對唔住。我想多謝呢一個戲嘅監製有 Eva、Elsa、阿 Man， 同埋我自己，跟住仲有 Kingston 導演，多謝你。我頭先亦都好開心，因為呢一個戲我冇醉，我係屈咗胡麗英嚟咗好多次，我係咁同佢講，唔係你教我再做好啲啊咁樣。咁所以好多謝呢啲無私奉獻嘅朋友。我希望多啲人可以做獨腳戲，因為獨腳戲真係好好嘅。任何時候休息，下一個節都係你，但係你可以賺晒所有嘅錢，咁呢個就係你嘅好處。咁我好開心，我今日能夠攞到，我好多謝香港戲劇協會，一個有淚戲嘅協會。我最後想講一樣嘢就係，我好多謝所有俾我做戲機會嘅人，由我小學小6嘅老師 Mrs. Tan， 我已經係做主角，我係做一棵樹，我好開心。我多謝林奕華，我當時都係第一次接觸戲劇，我最要多謝就係風車草，佢哋一次又一次
一次又一次俾我做戲，然後揾我寫舞台劇嘅劇本，我又寫得非常之好，跟住寫係啦，咁好啦，多謝各位，多謝阿婆，阿婆早晨啊！